台积电伫高雄南仔溪产业园区的两座前院厂，目前正咧施工，也因为工程挖建这半冰山，加上市政府拍算要伫咧半冰山卡的车路改规的混跨，有民众表示讲，这山是真丰富的生态，烦恼讲开发了后，这生态会去影响到过道的这个破坏。市政府表示讲，未来会做生态农道，发展到这科技产业，也会兼顾生态甲环境。徛伫半冰山的山顶，会当看到山脚南仔溪园区台积电真远厂也咧施工。第一厂的广告差不多起好啊，第二厂也种地准备要起，施工范围是真大，互遮友真烦恼。因为半冰山内面其实有真侪物种，也是真侪猛禽、青线会经过的所在。安尼开发敢会破坏生态？高雄教会表示，对台积电来高雄设厂是保持客观的态度，是较烦恼周边环境开发甲改变。惊讲，这会大这大的企业来这高雄设厂了后，其实伊后壁可能甲环境带来的这个冲击会去较大啦。这条路以后，开发的过程啊，搁迄个以后从遮车来绕来去是惊会影响到安尼尔啦。根据鸟友的调查，因捌伫半冰山记录过24种猛禽的经过，搁有鸟仔、蛇、食物等等生态。目前台积电也咧评估起第三座的奈米厂，环团毋望保护半冰山的自然环境。市府也开始生态农道的计划，会为都会公园开始，沿路有半冰山连池潭到茶山，来建造生态农道。也就是从都会公园、半屏山、莲池潭、洲仔湿地。就左营国中校地一路延伸到柴山，发展成生态廊道。另外，市府也规划配合奈米厂的建设，半冰山边仔道路要拓宽，消透交通压力。不过，鸟友也烦恼，道路想挖进半冰山，恐惊有落石、破坏车地等等问题。希望市府、民间企业爱互相协调，来维持生态甲经济平衡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朝阳高雄报道。